齊今日嘅氣温回升快啲喎。係啊，海欣。不過今個禮拜後期咧又會涼翻啲㗎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低氣温係介乎19.2至21.5度，而至於最高氣温就係介乎20.9至到23.8度。轉睇下風勢圖，現時影響華南嘅東北季候風正係緩和。本港方面，今朝氣温普遍比尋日高2度或者以上。另外一個低壓區正係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嚟唔穩定嘅天氣。預測係大致天晴，日間乾燥同温暖。市區嘅最高氣温咧係大約27度，咁新界啦再高1-2度，吹和緩東北風。夜晚轉吹清勁北風。展望今個禮拜持續大致天晴同乾燥，日夜温差頗大。今個禮拜中至後期早晚清涼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而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屬於中。睇下大灣區城市天氣。珠海、澳門多雲，中山多雲，江門多雲，肇慶、佛山天晴，廣州多雲，東莞多雲，惠州、深圳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度啦。